yang Tuhan untuk barang biasa yang mendengar tadi kencang我们的心哈。那sayang doa miah je merapas hendak dan biar geki ha di pengawal dan Tuhan barang Yesus Kristus。现在是青年的戏剧演出，请大家注意聆听。Tahu tadi kesayang, ya, oyas sa tumayaw tanan ka puto baraw, ananda naro, ananda moit kalindungan ka, ita ni ka puto baraw tumayaw tanan ka, ini begitu ka. Di wahai katanan ka lindungan ka ni, wahai katanan bilang ka, tahu ka kekini ha. Sida do asam berah kedhiya ada ni kan geki ni kan biasuni ni kan so gulay-gulay 那那你当督巴的我们都是用各种形式来认识来真知道我们神的能力好得到大家啊有一天的早晨，吉瓦去看病，他在路上实在是痛得受不了了，一直哀嚎着。于是苏明也陪着他。怎么又是我的病？我真的没有办法完全好，不过我还是可以开包药给你的。好，谢谢医生。于是基王拿了药，失望地走出去。苏明在外面很紧张。医生怎么说？医生只开了一包药给我。我的病真的好不起来了吗？刘玉群诊所的。好的，难道？好，没关系。只要好好吃药就好了，因为我会陪着你。好，那我们回家吧。就在苏定以及苏定在安慰基王的时候。他们回家去，这时候，经过他们身旁的美美、佳佳、芳芳停下了脚步。你看，这是患有血肉病的妇女耶！你们不要靠近她，你在路边传的很脏。对啊，你们快点啊！对佳佳、美美、芳芳这么一说，基王感到丢脸。好，不要理他们，让我回家吧。走了，走了，走了。两人沉默不语地走回家。苏炳敏一直安慰着基王，让他不要担心。突然，路上有人跑向他们，撞倒了苏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这么急？你们竟然不知道耶稣要来了！啊，不要管他们，我们走了啦！当基王听见了是耶稣的到来，他非常非常有信心，觉得他自己的病可以好了起来。是耶稣，是他，我的病有救了，快去见他！哎，不好吧？你还是吃刘玉泉的药吧。好吧。苏明这么一说，是因为他是完全不信主的人，而基王也一直拜托苏炳，他也希望苏炳能够认识这伟大的主。等我病好吗？拜托。好了好了，好，别去了，别去。于是两人走到了许多人的地方，站在最角落的位置，看着
我希望这么多的人，他们还是回家嘛。这时候，突然飞来了一张纸，写着“保证有效，奉耶稣的名医治”。这句话使基王的信心更加倍。于是基王不理苏炳，勇于跑了过去，苏炳也跟着。而众人们都想摸耶稣，因此不让他靠近。又是你，你凭什么问耶稣？凭什么？即使受到魔鬼的恶言相向，基王一样坚持。我只摸了他的衣裳，就被痊愈。那我的衣裳算什么啊？于是基王不理会他，走向前，摸到了耶稣的衣角，又再次被挤到了最后面。这个时候，耶稣停下了脚步。我有一种能量从我身上散发出去，到底是谁摸了我？其实耶稣知道是基王摸了他，但是美美一直跑出来。耶稣想要基王做一个见证。众人都说这么多人摸了你，到底是谁摸了我？是啊，耶稣，好多人都摸了你。等我找出那人来。于是耶稣又再次给了基王一次机会。到底是谁摸了我呢？这时候基王勇于站了出来，众人们都非常的惊讶。主啊，是我。这12年来，我把所有的财富都医治了我的病，但始终都好不起来。又听说你要来我们城里，我凭信心来寻见你。我的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快起来吧。我的病有救了，好了。这时候，基王觉得自己身上的病被医治了，怎么可能？众人都觉得惊讶。基王的血肉病好了起来，在众人面前做了见证。于是基王喜乐地走回家，苏炳也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要不是耶稣好了。是啊，耶稣是一位奇妙的主。现在你愿意信他作为他的女儿吗？是的，耶稣，我要追求你。基王凭着得到医治，同时苏炳也因着这场奇妙的见证信靠了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起来赞美主吧！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一起做动作，有动作。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在耶稣里面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阿妹，哈利路亚！刚才咁衰，在耶稣里没有不可能的事。刚才咁衰，但係那幾些不拉要馬拉你打那麼好，你們看到什麼？在從一個戲劇裡面，你們看到什麼？被感動。好，被感動。它最重要的是什麼？信心。它醫治了什麼？对，你看第二个故有，马汉她很高啊，是她很干净，她是个血肉的女人，她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8章43节。不用你哦，她只是带着一个信心。能够问的还有，如果是的莫如果是耶稣睡着哈，就是这个让他妈的拉上，你看他多么大的信心。一个人如果跟3年，我一定要去见耶稣噻，就算我
一粒骨头我们的耶稣，但是我摸了他的痱子以后，我的病就会好了。你看，拿给他很闪，这个带给我们什么很大的一个信心？咖喱等衰，无论他不要你血肉的女人，阿拉等卡给咱们那个杜莎的那个咕噜，但是我们带着信心的那是那样的努安达的哦。Yesus Kristus Tuhan kau, kita maha Tuhan kita anak kita kedua, amin.